成龍大哥早前發表嘅要管言論惹起咗唔少嘅風波。就呢一個言論，大哥公司嘅發言人指佢所講嘅亂係指娛樂圈嘅亂，而阿 Race 同埋 Roseanne 講起呢一個亂字都不約而同有啲懵懵地。娛樂圈就係娛樂人嚟嘅，咁其實我覺得亂就唔係咁好啦，反而咧多啲精彩嘅新聞都 OK。咁你覺唔覺得娛樂圈好亂啊？咁啊都亂嘅，都亂如果唔亂點亂啊點你可以日日都咁多嘢寫咁多版啊？亂咁寫咯，即係咧有時你覺得唔使做訪問㗎喎，因為你做訪問之後，佢都係亂咁寫，即係寧願唔使做啦。而家啲訪問講乜都冇用嘅，有時俾啲雜誌獨家去寫嘢，用咗半日時間，有時一日時間訪問咗，但係寫出嚟嘅嘢又係另一樣嘢咯。反而我覺得喺呢方面就比較亂啊！比較亂啦，真係好亂。咁你可以點？唔通每一本雜誌寫得唔好，你都要告佢哋咩？咁你咁得閒去告，你真係自己破產先啦！